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物理治療師邱仲榮。之前有一位65歲嘅售貨員，成日佢都要重複上架，膊頭有一日幾個月前咧非常之痛，痛到瞓覺都瞓唔到。佢之後試過長期休息唔做嘢，去過揼骨按摩都一樣咁痛。幫佢檢查膊頭唔同方向嘅關節程度，然後再睇埋佢周邊嘅肌肉力量，發現佢肩胛骨有一邊咧非常之緊。50肩又名肩周炎，其實就係因為關節膜發炎產生黏連，令到活動受限。50肩有分3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係叫結冰期，呢個時候好痛啦，痛到瞓唔到覺，但係幅度冇受到限制。第二個係叫冰凍期，呢個時候痛楚慢慢減少，但係黏連開始產生，令到幅度受限。第三係叫解凍期，痛楚減少，活動開始好返。但係如果處理得唔好咧，就要等成2年先好返㗎。記住，如果有問題一定要睇醫生。想知多啲物理治療點幫到你，記住 follow 我啦，拜拜。